好，分享所看福起来的吼，空比波，家家好有谈到吼，人家伫讲啊吼，音乐啊係某本國家語言含有體系的哦。任何一種語言咧，就做得吼透過一音樂來表達哦。啲閩南山下吼，也咧傳統又淳樸嘅客家種地度啊，唔但將吼出嚟當道嘅博士，還有創造出啦當道嘅音樂人哦。今本日咧，吼空比波吼，就要報本大家一個音樂人嘅故事哦。一下就先來欣賞一段精彩影片哦。有故事满山岩，西子人讲民族性，北接山谷送凉风，南边长春饮凉亭，春有太喜冲上天，日天翻身变牛年，清风咸咸虎把梦，北部中原有一年，思想起爱中人慢，艺术硬性，主公平难。滚滚接接，将一块心电翻难，思想起爱中人慢，艺术硬性，主公平难。滚滚接接，将一块心电翻难。好哇，家下條聽到吼按後堂嘅歌曲個，根本呢吼後空比波啊，就會用也吼也當後堂嘅音樂咧來帶領大家吼來享受一下子哦。故所咧，一下就先來分享吼今年來賓哦，就係林生祥先生哈。安琪好，還有現場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生祥。好哇，家下吼有聽到啊吼，就係欣賞嘅創作就錯嘅，就係一擺新嘅專輯就錯嘅。哇，新嘅專輯吼，家家好就看到欣賞啲新嘅專輯又有新嘅音樂來推出嘅時候，就會看到欣賞來上大家嘅節目吼，看到大家。唔過吼，家家有看到欣賞人哋嘅創作嘅時候，就透過一音樂咩，做得傳達自家對呀鄉土啊，自家對土地嘅感情咩，唔咩老人民農吼做嘅動作嘅歌曲嘅咩吼。唔講一開始吼，聽講咩係創呀華語歌曲嘅吼，唔係一開始就創呀母語吼。那一開始嘅時間係呢，喺大學嘅時間吼，都佢係有一開始創作嘅第一條歌係呢個兒歌。但係後來1993年嘅時間吼，因為佢嗰邊好多嘅新人講新好多歌運動哈，都包括都像民強啦哈。陳明章，嗰類伍佰啦，還有個黑名單工作室，因開始創作新嘅嘅好多歌。1993年嘅時間，我都也想，梗係客家人做得做嘛嘅啦。故所以都想講，梗係有辦法用這個一個用客家話開始寫這個創作。這用詞就有母語嘅一個意思就錯嘅，有個意思啊呢。其實當時都講啊，佢嘅台灣嘅社會運動，經過最高潮，經過過後啊，其實會談到。蠻多很多本土化運動，吼都會有談到來台，曾經有發生過來台。故所以後來都會開始寫這個母語歌，吼都用客話來寫。結果後來都寫嘅之後都剛剛都這個嘅那個用客話來創作品質個好，個準確，個準，佢表達咧係那個。你講啊，如果直接，佢有個準，其實藝術嘅創作
个创业都係唔想去做嘅，都係準確，好，我講個直接，啊個情感嘅流動係個直接流動。不過也留動到吼，因為像我訪問過有動到嘅客家吼，行業嘅歌手吼，佢可能本單就有出過乜個方言嘅專輯啊，學樂嘅專輯啊吼，轉過來做一客家吼，即個母語嘅專輯嘅時節吼，家就會讀到一個問題就哇客家話，可能係東橋冇用啊，冇辦法就知道客家吼，佢嘅用詞懂少啊，不過也係問題吼，可能身上冇也係問題咧，唔知道也客話係做得哇懂貼切啊。懂真實而表達唔出家嘅創作就錯嘅。係啊，因為如講我哋漢語本來都，我哋咧第一語言啊，第一個語言都係我哋客話嘛。我哋讀小學以前，我唔曉得講國語呢。真勁哦！真係的啊！你講讀書嘅時節咧，課本安尼念嘅時節。有先生，而家都小學人開始學嘅啊。哦，同學咧？同學嘛差唔多啊。所以先生都跟人講，你唔好不要在學校不要講方言啊，你啊吼。你嘅母語就係方言咧，就錯。係啊，如果啊，但係我哋下課全部同學，大家還是都講客啊，係啊，係啊。嗰時候吃到一客話就係懂吃言嘅就錯嘅。係啊。嗰時候用到你嘅創作嘅時節，哇，懂孫啊，係冇？我認為是安尼啦，所以如講啊，那個因為那個語言嘅東西吼，如講啊，係有個好嘅那種個好嘅基礎嘅語言吼，其實對你創作嚟講係咧佔滿豐富，係咧幫助。不過像先生吼，家家啲嘅寫吼，就係有動到人講吼，創作者吼，啲嘅靈感。就會對自己嘅想法做到吼，點人看到嘅東西吼，就來創作咩吼。不過家有看到吼，先生頭擺行喺一下吼，就會懂注意，就會懂關心，就會沙飛嘅議題吼。從一下咩都得看到先生吼，對反水庫啊吼，反水庫然後都一下反核能吼，因為啲樂情上面沒有咧反核能吼，你有冇按注意按嘅沙飛嘅議題咯哈？其他嘅都因為我錄下啲美濃嘅竹條擺咩？咁竹條擺其他嘅隔幾啊年嘅美濃嘅水庫嘅預定地，人哋想天意權嘅狀態，啊都叫嗱嗰度都竹條擺。但係所以唔天意擺參加沙飛運動啊？個深刻，個深個層面去參加都反水庫運動嘛。咁其他人哋啲做那個運動嘅時節，其實係一個環保議題嘛。咁那環保議題如講當時節，大家如果不過美濃人，大家嘅努力咯，又係講啊學後生嘅也歸來，嗰度，但係其實嘛，嗰度係咧，老輩關心美濃嘅人，學嗰度老輩嘅朋友啊，學關心環保議題嘅人，大家聽下來，係啊，都我講到都環保運動，其實基本上而家想法當個係咧，基本嘅想法係個權嘅啊，誒，所以如講啊，像其他嘅嘢，如講啊個。如像跟大家講，像核電廠，其實係你能一年嘅，其實係都下一條非核家園進行曲嘛，其實都核電遊行嘅時間都下一條，其實都跟核電反核能電廠嘅那個運動、反核運動有關嘅。不過大家有家有談到嘅，就係對也條嘅靈感嘅吼，大家寫到也生發當中嘅事情，家就會知道就輕鬆就好嘅啊，生活嘅事情啊，寫妹啊，吼家庭啊，愛家鄉吉祥嘅咧，吼，也條事情就好。不過啲線上嘅創作地度，家有看到有人可能會講有啲激進啊，吼，他激進是咧係抗議啊、亢奮咧，各種嘅創作啊，線上唔係家有按呢一定嘅比例，標定嘅準確地度係。其實我講到藝術嘅創作吼，照嚟講係咧，唔講像那個唔彈琴，唔那個技術，唔學嘅都會啊，唔學嘅唔係撲天樣，唔係學技學又撲天樣技術，唔學嘅都會啊，做建築嘛係啊，但係最主要嘅那條藝術嘅美材，那條技術面嘅東西，學嘅係咧為了去表態，我哋咧對生活嘅看法嘛，價值啊，吼，又觀念又嘅，我企啊嘛個比較去講那個法，啊最重要還是表達啦，表達。所以如講啊，因為我從我介紹談羅大佑嘅時節啦，我都剛好給羅大佑歌詞底，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哈，都講到那種，我都跟我自己講，我講，嘿有人我曉得寫歌嘅，我都會寫，沒有寫一種嘅，就是有意思嘅歌詞。哇，真勁咧！呀，家家好有談到好欣賞嘅創作嘅時節，好就唔單止做得沒有看到好美濃嘅
家乡吼，又吉祥的伫个风景用的啊吼，还有咧要做得看到吼，哇，也音乐正经有伫个关心也沙飞吼，沙飞当方吼有发生的乜个事情啊？不过家伊做得看到的吼，尤其迄像一摆吼，有专门吼来写一种嘅专心嘅爱种咩吼，有迄写迄咧个种条啊吼，个面容啊，你知道啊，呀面容也只素材吼，对人嘅创作，对人嘅音乐，对人嘅人生好诶，你知道有乜个角色咯？做乜个角色啊？对人嘅人生。我感觉都好，如果啊，离唔开嘅吼。我感觉都对我来讲系个幸运啦，吼，如果啊，要讲如果我伫面容很细啲嘅成长嘛，哈，成长嗰类后来高中过后嘅开始出去落去读书，安过会到大学毕业冇机会，竟然还咧做得几多去搞嘅，录下安过喺下来，跟自家。唔像迄有读书嘅时间离开听听哦。系啊。差唔多所以都差唔多前後差唔多11年嘅時間啦。後來都捱到幾耐啊？嗰來都跟捱爸爸媽媽咩，捱阿公阿媽嘅很菜哦。嗰來見到下都，捱要結婚咧，嗰來要有生日咧，都就想到都點解很些生活嘅地方，安尼都想到啲生活啊。唔講唔計用時用，我想講我轉去故鄉咯，因為有當年有種下咩，係啊，捱讀書讀體咧，就一啲態度是啲做事啊嘛個，係啊。佢後尾係咧因為遠逢嘅關係，如捱歌詞嘅，你寫歌詞嘅，捱搭檔嗬，仲遠逢，伊馬上都面農人，伊睇捱切些，伊後尾伊係咧做面農嘅愛鄉協進會、愛鄉協進會嘅總幹事，佢都咧做反水庫運動，伊佢後尾1998年嘅時間，伊去美國讀書嘅時間嚇，伊過來嘅時間都過來尋我，伊講先生，喂，那下啲做反水庫運動啊嗬。我精彩呢，我足金呢，我下來望，我精彩哦，安尼啊。佢用精彩來形容咗做嘅精彩安尼。係，因為我講遠方係呢個做沙飛運動嗬，佢有我講都係呢種，佢有天分嘅人，係一個負責掌舵嘅一個角色啦，但係佢有天分。咩動搖性啊？係啊，我今日係咧考慮如講啊，因為我做創作嘅人，其實我喺大嘢都唔係個太嘅差別啦。我我工作我自家工作就好嘅，我演出再做演出。我今日都想講啊，我今日感覺到我對沙飛啊，唔咩冇乜個層嘅連接，我唔係沙飛師，我都創作當我會讀到瓶頸。所以今日都想講啊，應該可以在接觸嗰層嘅東西，我有辦法反射喺啲嘢作品裡。所以我其實上個3年我都過去嘅，我都過面咯。係哦。遠方嘅後尾都帶落我依家去都去拜訪嗰度人，而且咧我都聽得嚟去。所以用歡呢，嘅用詞。佢後尾都講啊，真是見了咱們多人，所以看到嗰度事情，嗰度看到嗰度場面，所以佢後尾都個迅速都講我哋一種對各式各樣嘅人吼，有建立一個太子嘅一種立體感。相同民意代表吼，有冇相同嘅表態方式，相同喺度鄉下，但係講法方式冇相同嘅專業講法方式又冇相同。所以我哋寫歌嘅時節都會因為佢下安尼，所以我哋幫助個態。我寫東西嘅時節會睇下準不準確，有準冇？係冇準，有準冇準，其實即家都睇嘅。哇，真勁呢！根本你好就喺訪問到吼身上欣賞哦吼，來小記吼佢嘅創作嘅立場吼係樣嘅哦，也下吼就大家先來歇看一下，等下吼繼續來談看下身上欣賞嘅故事哦。